欢迎收听7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5章，撒母耳记上第5章无限赛局的神提醒，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你同意吗？至圣先师孔子他有一个得意门生叫颜回，颜回是一个爱学习而且德性还不错的人。有一天呢，他上街去办事，经过一家布店前面，看见那里围满了人，他就上前一问说，原来是这家店里面买布的跟卖布的发生了纠纷。只听到这买布的大声说，38就是23，你为啥要我24个钱？颜回走到买布的跟前，就向他举了个躬说，这位大哥啊，38是24，怎么会是23呢？是你算错了，不要再吵啦。这买布听完呢，人不服气，回头就指着颜回的鼻子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你算老几？要评理只有找孔夫子，错不错他说了算，走，咱找他评理去。颜回在这里就说，好啊，那孔夫子若评你错了怎么办呢？这买布的说啊，评我错了就梳上我的头，那你错了呢？颜回说，评我错了就梳上我的冠。在那个时代成年的男子就会在头上系一个冠。两人打着这个赌，就找到了这个孔夫子面前。这孔子就问了这个情况，结果没想到是颜回输了。颜回怎么会输呢？在这赛局当中，这个输又代表了什么在今天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的第5章，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在战场上不但打败了以色列人，并且掳走了上帝的约柜。以色列人万万没想到，他们以为上帝的约柜存在他们当中真实实体的呈现，就是神同在的表达，所以他们到哪里应该是战无不胜结果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迷信，没有敬畏上帝的态度，使他们不仅是输了面子，还输了里子。上帝的约柜被抬走之后，这非利士人接下来是怎么对待这约柜的呢？在第5章就让我们看见，这非利士人掳获上帝的约柜之后，他们不断的在移动这约柜，因为大祸临头他们以为把约柜这抢过来之后，不但是代表这个以色列人是蒙羞，也代表他们的神赢过了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就没想到这约柜抬进了大衮庙之后，反倒是悲剧的开始。在雅什图的时候，第2天清早，这放在大衮神像旁边的约柜没有发生任何事，可是这大衮神像竟然面朝地倒在上帝的约柜前面。这些非利士人看到之后，一定是一阵惊慌，把它抬起来放回原处。结果隔天，怎么会这样？更严重这个神像不仅是倒在约柜的前面，这一次他的头还断掉，手臂两边的手臂竟然都折断，而且还折断在门口，只剩下他的这个神像的身体这里让人看到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画面。这在古代呢，也代表着这位大衮神在耶和华上帝的约柜面前是失去生命，甚至是失去能力的。非利士人看到之后，对他们来说，当下的那种灵感就是完了，我们被上帝惩罚了，真的就是经历上帝的惩罚。因着他们不认识这位上帝，因着他们不敬畏这位上帝，因着他们小看了上帝的能力，小看了上帝的权柄。在第6节说，上帝就重重的惩罚了雅什图和四周的人民，使他们陷于这个恐惧当中，都长了毒疮。在当时有人说呢，这好像是一种鼠疫，一种黑死病，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肿瘤。不管如何，那时这个毒疮可能会造成他们大大的伤亡。
所以啊，非利士人很紧张，赶紧的就说，我们不能再把约柜留在这里，要把这个约柜运到别的地方去。结果他们又运到另外一个城，也是非利士人的城，叫加特。没想到去到那里又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全城的人长了毒疮。然后怎么办呢？那就是再移动啊，又移到了以革伦去。就到那个地方，哇哦，那边的人早就听说了这样的事，就说你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来，是要把我们全部害死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应，来对应，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认识这位应当要敬畏的上帝。也是我们今天 RPG 的经文说，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上帝是当受敬畏的上帝，上帝的能力不在于这个约柜在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看见，不管是非利士人还是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他们错把约柜等同于上帝的胜利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行事，没有求问上帝，他们就吃自己的亏，在那里打了败仗。而另外一边，非利士人他们原来跟上帝就是这个不认识，没有关系，但他们掳走了约柜之后，他们对上帝不敬畏的态度，反倒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极大的恐惧跟疫病当中。就在今天的12节说，即使是那些没有死的人，也浑身满身长了毒疮，大家都向他们的神明呼喊求救。可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要向这位上帝来呼喊求救才对。在撒母耳记上会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信念哦，我们会发现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重要。在外在的都是在显明那内在的重要。就好像之后我们会看见，当撒母耳要选大卫，要膏立大卫做王的时候，他自己在这个拣选过程中，他其实按着外表怎么想都不会想到，上帝要膏的那位王竟然是大卫。但是上帝回答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身材，我不像人，我不像世人，人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而且我不仅看内心，我还看动机。这也很像约翰一书4章4节说的，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呢？对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完全顺服求问上帝，他们靠着他们的迷信，靠着过去的经历，而忘记要问问现在这位掌权、这位永活的上帝，他们这样行是不是合上帝心意？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行事，在他们里面是拥有着迷信，而这迷信所带来的是一个让他们输了全盘的局。而对非利士人来说，这一时的胜利看起来好像是胜利，结果啊，这不敬畏上帝、不认识上帝，甚至任意对待上帝的这个心意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失败当中。这约柜运到哪里，大家就怕到哪里，因为他们得罪上帝。RPG 的经文说，上帝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挑战，我们是否是存敬畏的心呢？我们可以来默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到哪里，我们对上帝的提醒是回应什么样子的态度，回应什么样子的行动，回应什么样的心境，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提醒。神要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敬畏的态度，是尊主为大的态度，更是将上帝的心意摆在第一，我们要来寻求他的
心意，寻求他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今天第5章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在上帝你的无限赛局当中，不论是输是赢，主你更看重那里面的人看不见，但是神你却是鉴察我们内心那真正的动机。主，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外在，不是停留在外表，不是停留在仪式，而是认识主你对人那真实的心意。主你对人真实的心意是要叫人的生命来得着完全，来得着那在上帝创造里的美好，来得着使人来经历赐福，并且让人因我们得福的福分。恳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最近这个很热的天气当中，使我们内心也真的是被主来提醒，被主来唤醒，有那个对神的热情，对人的热情，让我们的里外能够一致的来回应主你的心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愿上帝赐福你，他鉴察你的内心，他让你的内心来带领你在外在，在外面所做出来的一切，是要叫人得着益处，是要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明天见。